乜都講下，乜都八下，大家一齊輕鬆下。歡迎大家嚟到呢個頻道。今集我哋講咩呢？唔知你哋有冇留意，藝人黃澤鋒最近宣布佢老婆再度懷孕，準備迎接第二胎。呢個消息一出，引發咗好多網民嘅熱烈討論。今日就同大家分享下我對超高齡產婦呢個睇法。首先，喺醫學上，高齡同超高齡有明確嘅定義。女性喺35歲或以上懷孕，稱為高齡產婦；喺45歲或以上懷孕，就稱為超高齡產婦。雖然喺醫學上有咁嘅界定，但喺現今社會入面，因為不同嘅原因，好多女性都過咗40歲先生 BB。睇返香港演藝界都好多例子。其實咁大年紀先至懷孕，最先面對嘅係媽媽嘅身體。如果係自然懷孕，首先流產率風險會高，妊娠毒血、糖尿病風險增大，胎兒嘅異常機率上升，例如畸胎、患有唐氏綜合症等等。就好似黃澤鋒太太第一胎嗰陣，曾經因為妊娠毒血症昏迷，爭啲出現中風，情況一度危急。咁而家好多人都會試做 IVF， 即係試管嬰兒。咁試管嬰兒係點做嘅呢？同大家簡單講解下。首先，媽媽要打催卵針，刺激卵巢，一次過生多幾粒卵。咁醫生就用超聲波監察卵泡嘅發育情況。當卵泡成熟，醫生就用針抽取翻個卵子出嚟。之後就將精子同卵子放喺實驗室培養器皿入邊受精，成功受精之後就變成胚胎。胚胎喺實驗室培養幾日，醫生就會挑選最健康嘅胚胎，植入翻入媽媽個子宮度。之後再要等大約2星期，睇下係咪真係成功懷孕。淨係講第一 part， 媽媽要日日打催卵針。之前黃澤鋒太太都提過，日日打針打到個肚皮都黑晒，可想而知佢嘅決心係幾咁大。第二點，好多人都話佢哋好自私，上一胎爭啲冇咗條命，仲生，質疑佢哋仲有冇體力湊小朋友，有冇諗過小朋友嘅將來。講真，呢樣真係現實。小朋友初出生嗰陣，晚晚要餵夜奶，日頭又要做家務，又要洗奶樽，根本唔會瞓得多。好多年輕嘅媽媽都未必頂得住，更何況佢哋年紀咁大。仲要，如果小朋友聽話，健健康康還好，一唔小心病咗，就更加需要精神同體力照顧。好老實，湊一個小朋友都辛苦，何況湊2個。大女要返學，返興趣班，細女就啱啱出世，真係有啲擔心佢哋搞唔掂。講返高齡父母嘅心理問題，我相信佢哋都會有啲焦慮，成日會諗，我仲可以陪佢哋幾多年？如果我身體有事，佢哋點算？我會唔會睇到佢哋畢業、結婚、生小朋友？湊小朋友已經辛苦，再加上年齡嘅現實，好容易令情緒出現波動，甚至出現抑鬱，所以高齡父母嘅心理都不容忽視。第三，呢個社會好唔公平，無論你幾努力做個好父母，但係小朋友喺學校俾人笑，你阿爸阿媽點解咁老嘅？嗰個你阿婆嚟㗎。呢啲說話唔止傷害小朋友，有時更加傷父母嘅心。而代溝呢樣嘢亦都好現實。當你講電話嗰陣，佢哋就用 FaceTime；當你聽收音機嗰陣，佢哋就聽播客。所以做父母要更加用心，努力學新嘅知識，努力去了解新事物。不過講返轉頭，高齡唔代表失敗，冇一條生仔年齡線係寫死㗎。高齡產子係有風險，但同時亦多咗智慧穩定嘅選擇。最緊要唔係幾歲，而係你準備好未？你夠唔夠堅強去迎接另一段人生旅程？如果夠，咁就係最好時機。如果你都諗緊要唔要生，記住一樣嘢。
決定權永遠喺你手上，唔好俾社會標準限制你人生節奏，因為呢條路係你行，唔係佢哋行。如果你鍾意呢個角度嘅內容，或者有唔同嘅意見，記得留言話我知，同埋記得 like 同 subscribe 呢個頻道。下次故事見，拜拜。